谢，感谢。刚才咱辛苦，咱大家面当中，咱的主席词，咱的当初谢谢高文，咱的李顾问这路，咱大家的朋友，谢谢你们辛苦的。过来，哇，咱就看到咱文景了，谢谢咱开发的朋友，感谢，谢谢，辛苦，咱的主席组哈，谢谢辛苦你，辛苦你。没有办法，你看那个。来，咱这里咱得注意啊，各位，加摩卡，好，这条沿路瀑布是只温度足高，好，怕伤害到你们，好，谢谢。